王家千秋，你该看，伊化妆起来，甲这个绿法有缘十分的像啊！这就是车我神君所做的神秘法规，以这个杰作叫做易容术，哈哈哈哈哈！对对对，安尼照这个计划去，这个女暗贼当独眼龙有死无生啊！无错啊，但是咱的暗号会记哩哈，明月上干桥，要你都要对红欠五花心。安若是真假六合见面的时阵，咱才分得清楚。是，遵命，紧去吧，遵命。好断成功。六合催马加鞭，你要到云南，此该有该求对独眼龙连心心。来到中都牧羊林地界，观看正面传来实惠。张有信，阮老有啦，囡仔内底小事啦，小事啦，下我传真。这个时阵的刘合见义勇为，奋不顾身闯入这个火林。叫出着一怒一笑，现在本身亲密的相魂。这牧羊的民众钦仰着绿合的社稷救人精神，真济礼物特别赠送给绿合，刷起后这个绿合给下选。真多谢，要有时间这个皇帝。是啦，各位再见。绿合离开了后，这牧民为着特别答补伊人情，所以这个船长原来建造一个石枪甲绿合生成，写6字中国的绿合戦书，这6字作为因大家崇拜甲留念。绿合不顾自身性命危险，来到中都火上兵发，得不忠心，而渐渐昏厥了。我母啊，这个少年呢又搁倒伫咧扛一扛便知道，这个绿合，哇，我背啊，规身躯拢烂咻咻啊，叫火烧着，准备过油来个高高的叫。少年的精神咯，精神咯，精神咯，你若定伫这个沙漠伫咧冒险，到底是为虾米代志了？多谢老前辈救命之恩。讲我听无问题啦，我好人了。我救你这届在第2次了。顶届啊，嘛是我介绍你的徒弟，这个叶东辉甲王三，叫伊去找医生，也才甲你解决你所叫袂记了心。老前辈高声尊名，我都无不通了。无不通外号叫做沙漠怪客。是啦，真多谢吼！我就是为着特别去摕药单解救独眼龙，钟情听说。我讲，你找这个变色狐狸，这个变色狐狸是活啦第一美人啊！听讲嫁这个朱建章，就定南王做王妃。但你也知影这个变色狐狸，原来是甲这个车牛有所交结啦。听起来这个变色狐狸是虾米人的情妇啦？就是北龙迄个首脑，也就是天高龙的情人，也为安怎变3变4变，那怎来送去这个定南王做王妃？这个实在是莫名其妙，总共只有一个阴谋伫咧。假使你若是要去摕这个药单，定着要见这个王爷，同时也着见这个变色狐狸啊！变色狐狸甲你绿合，算起来是对头冤家主。伊免讲简单药单就会摕互你呢？我看你的气色，甲看你的五行，最近你患难顶顶啊，所以都要小心小心。你定伫咧讲互听，讲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所以你要寸寸提防啊！
多谢前辈你的警醒，好，我过世咯。这个少年啊真好，正讲是国家的栋梁，啊，任何人嘛是想得要帮助伊，看到？大头狸，行咯，行咯。民农爷，我到这个地方得要拜见，还头接见，前几表来了。王爷千岁千千岁，你是谁？在下姓笔名陆合，家父是笔分良。奉旨得要甲达旦找国宝，不幸捐躯在沙漠啊！哦，忠良之孝。什么事情吗？一言难尽，从情听说。这个我需要甲我爱妃商量一下，所以我有等这个当提互你，请入宾馆，好等我的消息吧。阿玲啊，带着我去宾馆啊！啊，对下来，对下来。真好。天光有落阴走地，甲无门闯进来。今夜间放火烧宾馆，将六合娃娃烧死。六合接受到这个沙漠怪客指示，非常的激动。宾馆内面所有的食物拢总有毒，所以也唔敢食。现在六合得要跳出宾馆之外。趁这个火烧的中间，侵进到王妃的房间，得要逃出游单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变成火狐了，已经变成火狐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在祭堂内面过着十数天，无看到陆合的冷心心，心情非常的着急。伊在后堂的所在，望眼欲穿了。公主，拜托你，我得要甲冷心心见面，好啊好啊。陆合，冷心心，我想得要出来外面行行咧。好，拜托一下，你甲打开罗门好，好啊。多谢。真多谢，时常麻烦你陆合，真是问心有愧。哎呀，冷心心，咱大家是好朋友，何足挂起呢？有影，我真久都想要问你，恐惊有冒昧之词，希望原谅。请多吉祥吧。冷心心，你这倒蕊的目睭，敢有真正确实性？哦，陆合，这是我人生一大秘密。唉，但是我认为讲你有够资格了解我的秘密啦。我的左眼完全好好，拢总无缺失。哦，要那安尼，为什么会大眼大？这个就是这种的掩蔽嘛。我的左眼吼，就是叫做灵眼，一名叫做夜光眼。这先辈伫咧讲阴阳眼啦。阴阳眼，这对。因此我入这个明宫头玉寺吼，这会这么顺时过。冷心心，你敢会使你将这个眼大，来掀开，借我看卖？这当然可以啊。哦，真正水的目睭。希望你守口如盘，唔通漏泄我的秘密。放心啦，我对别人绝对袂讲。为安怎样，你运命会这么坎坷？是啦，我咧等你的解药，等你真久。是，因为我的解药。想得要提互你，但是毋是这个时阵啊！哈？难道你还阁有啥物阴谋是？毋是阴谋，你踮这个所在等我，我咧提解药吼。你毋通走哦，无论啥物人来，你都毋通甲伊见面，有听见吗？是，我等你的消息。好，过时。边安怎大人啊？我陆合某呀，领这个独眼龙冷心心未决完出去，一暝一日拢无倒转来了。哈！一暝一日拢总无倒转去。到底陆合是咧做什么把戏吗？走上二楼。
参见暗杀大人。陆合，你将杜安龙带队对去。大人，我还袂去感觉咧，因为解药退掉，才想讲禀告大人了后，得要去感觉救这个林心心吗？哼，难道兰州的学术敢对我虚报吗？大人，我去感觉看一下，代志才会清楚啦，请。这较古怪哦。大人啊，事有蹊跷啦，可能有人化妆做我的模样，领林心心出去。哪有这款代志？这个过去我讲你听，在这个南城公主也食伊的亏，食真多啦。南城公主现在怀孕4个月咯，听说。安尼都学到偷食，白到受罪。安尼看起来，大人你原来真危险哦。哼！毋是啊，我咧讲意思是讲吼，若有人化妆做陆海的模样，要来暗算你哦。你是真信任陆海你咧？迄当阵你嘛是会食亏咧，吼，看对毋对？各位，你认为这个陆合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哎呦，你无讲我怎无咧注意？大家较小心俩，先我开咧啊！大人啊，你要注意啊！这个甲看起来，敢若像真诶，无错动，这个可能是假哦。哎，老先生，你何必讲啊？我跟你讲啦，阮师傅哦，伊的这个骹接片的所在有3粒的注射器啦。因为我甲阮师傅做伙几多年，我上个知影啊。恁大家看觅，师傅，我紧啦，吼，互大家看觅。这就是正讲的。阮师傅，正讲的疗法，别人若无注射器啊，迄就是假的。伊也当归水有理。以我天生的看法，毋是干那讲注射器可以做证据尔。陆合有研究正气神功，我相信对方无可能研究这个正气神功才对啊。是啦，各位，有需要我陆合表演吗？毋免，表演一次，你的元气就13分啦。既然够有注射器证明的以上，你是真的啦。可是，假使若是假的，要来这个所在暗算大人，或者要来作案，真是令人防不胜防啊！咱即马就想出办法分真假哩咧，哟，要无鱼目混珠哦，这足费气了。好，我即摆来向各位发一个暗号，拢家己的人吼，无别人伫遮。是，天生你有啥物暗号嘛？即摆若看到陆合，咱首先爱先甲问一句话：天天12时，陆合你着要印时时比武番，爱印互伊真夹动哦。若假使天天12时问出来，伊即个时时比武番若答无出来，迄就是假的，马上将他擒拿。言者有理，天生你实在是未卜先知，多无足智啊！这是你的褒奖啦。大人啊，你莫甲伊保咱啦，伊哦头壳还阁是输我哩啦，我咧头壳真大了，头脑真赞呢。是圣经，你嘛是头脑真好，你讲安那原来无啥过分啦。禀告大人，南靖王收留变色狐狸3多元，为非听说。南靖王一定有阴谋啊！对，大人你使真精明。你讲我这个说来讲，南靖王交通什么流库啊，还佫带这个变色狐狸，还什么收一个叫做蝙蝠龙做军师啊，这个阴谋顶顶塌塌咯。我想这个国宝历史的失窃，这个甲南靖王拢有所关系。我先去拜访南靖王，先礼后兵。安尼好，陆合你甲金宝头保护大人做前队。要我甲野当归阿霸王专队啊，做恁的后早就是，赶紧出发。花容容貌赛西施，可比仙女或妖敌的变色狐狸，受了青龙，卿卿我我卿卿，享受着人生的荣华富贵。这个时阵。袅袅千秋千秋，明月上干桥，风欠我花心。原来是同志吗？然也，有何事情？一言难尽，钟情听说。无为难，我马上准备药单给你吧。多谢。你化妆做陆合的模样，陆合的人敢生了这么缘投心？是，这个就是咱的神秘法规内面所主代。也是赤我神君所甲我传授的易用术啊！陆合敢生出这么潇洒心？哎呀，不太然啦，娘过时。
林心心在树内所在，伫咧等候了的药单，望眼将喘了。林心心啊，刘合，赶紧将这个九九回心的解毒方接落去吧。啊，这难道你还搁咧怀疑我刘合吗？无啦，赶紧复制，要若无你的性命只存2天就死了。知啦。林心心，我为你着想，我认为你是天下奇女子，不应该食这样一亏啦。譬如赤我做事，当作你是利用的工具，当你在无利用价值的时阵，就要甲你低调，国法就要甲你制裁。我想，咱两人应该来去这个风光美丽、蓬莱仙岛之处，享受着下半生的荣华吧。玉合，你若走到什么所在，我就带你到什么所在吧。安尼好，对我来吧。启禀千岁，迄个暗杀大人要来拜访。暗杀大人到位，别了原因，自不太客回礼。来人啊，有请。王家千秋千秋。来者有何贵事？听说王家千秋收养着瓦拉的这个流寇骗六郎，在此担任重职，又搁在千岁断弦再续，所选中着瓦拉第一美人，便是狐狸沙多燕为做王妃吗？这就是你要来调查的任务性。王家千秋，我的家常无必要别人甲我干涉啦。王家千秋奉火龙之威，拔去雷霆之怒，必知为强王府种下了何根的子可。哼，原来还阁有，听说逆史落在变福龙之手，有甚物证据？证据吗？出去！藐视皇亲，小小一个暗贼。还敢藐视我皇帝阿叔？什么体统？来人啊！上客！驾！来人啊！严守王府有事报我知情。真可呢！我一个当堂的暗杀大人，安尼叫我get out出来啊！无甲伊拼免来用你。阿爸王啊，你即马做大声，你做甲拼落，若有代志就有代志，无代志我才负责。无要紧哦，无问题啦。咱暗杀哦，先斩后奏呢，这是这皇帝出来一个查案的，咱咧惊啥？对。也毋过伊皇亲，你管你皇亲，哼，无咧甲信啊，你就甲抢落，哦，对毋对？老干信。是啊，阿爸王，只有安尼，二出，这般。好，我就要改变。喂，你到底倒个王府，甲侵进我的王府？唔捌我心，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哼！专门伫咧讲偷看牛的偷牛贼阿霸王。阿霸王，你入来我王府到底是为免个？来，你这五斗更啊挂冠的大干呐啊！你内面拢专门收容乡这造反啦啊！毒妖龙啦，骗毒龙啦啊，拢总走到你的内面，赶紧甲我叫出来！也若无你会知影讲阿霸王敢来吃，无惊死，惊死就唔敢来啦！奴才，小等下，阿霸王，你的意思就是得要向这边单挑就对了。啊，对，好，专讲等你等一句话，可以。来，师弟毒蛟龙何在？哎呦，王家，谁也怎样？这个人甲我结果等上，若有代志，拢总王爷负责。那就好，阿霸王。你会记得哦？会啦，哪会袂记得？你衰尾大人啦，甲你收单掉。啊那懒散，强你拢是强你。啊那，还阁啥物人伫咧甲我相杀？来吧，你也好啦啊！好大拢出来无要紧。单挑了，啥物人特别来甲我相杀，拢无问题。我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阿霸王啦！
王家千秋无需要升级，要收治阿霸王的性命如探龙奇门嘛。安尼甲土匪民主，因领偌几个，还无一个暗杀叫好出来，迄人看了实在有够仙呢。嘿，阿霸王你才有够命。懒懒散散嘛，话强就强。哎呦喏，安尼民主甲土长啊起码唔才会输过领养。老和尚爱注意呢，唔通干那想着要讨民主呢，这后果不堪设想。玉合，怎样？你要尽力保护暗杀大人先离开，恐怕有一个恶箭啊！老和尚。如夹阿霸王也当过江山，咱这人爱提高警觉才用哩啊！提高警觉。我以为先有做啊救人救苦的容易过来啊！现在变落容易特别出魔手咯，大家注意啊！大家注意啊！哇，3万外只！哪有遐水？哇遐来，规拢叫团团包围呢！免惊啦，阿霸王伫遮，你搁一万只5000只拢总不足为奇啦！强落！现在阿霸王三甲提前军龙，正去天花乱坠这个不公。记录合三英，当着冷心心独眼龙，投怀送炮柔情蜜意。记录合三英用着种种的手段，使着伊冷心心的刀罪，也想着要破坏冷心心的名节。江湖老经验的冷心心是不是中着伊的圈套呢？请看续集，便知分晓。